咱愿上帝的恩典，甲所有用不变的疼来疼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。咱来用圣诗379首，愿我话若听你，我主基督。毋过，上主，你是保护我的盾牌，我的阳光，你互我的头壳压会起来。上帝是咱的盾牌，迄是有艰难，也是有大变迁。只要主踮我的心内，我就无惊吓。我要信靠伊，我要跟对伊，我要甲咱的上帝同行。咱来用圣诗159首，第1节、第2节甲第4节，请。
拢一手，愿全能主上帝。全能的主上帝，感谢你保守赐福，感谢你无尽的恩典甲至大的疼。主，你是咱一生上大的帮站。阮将今日的聚会交托伫你手中，求你帮站你的囝儿安静心来领受你，来亲近你。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姐平安。平安。伫礼拜开始之前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永远至神至善慈爱天父上帝，恳求你用你的荣耀甲阮同在，互阮伫你的面前用全意虔诚的心来敬拜你。愿你开阮的心，互阮通领受你的应允，将丰富的恩典赏赐互阮。才会谦卑、较慕你的人，愿安静伫你的面前，求信心来引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
我的嘴唇要上赞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我要一世人称赞你，要举手求叫你的名。我的心神会满足，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。我嘛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上赞你。请咱三甲来吟诗贺乐上帝，圣诗379首，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。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是你赏赐的圣日，互阮遮的囝儿百姓，通做伙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敬拜，向你学乐，亲像诗篇所讲的，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伊的作为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真水真大，阮要大声学乐你，因为你是创造万美的主，也是疼阮一世人的阿爸爸上帝。
愿恶恼归伫你，爸、囝、圣神独一的上帝。主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你一直爱阮爱认罪悔改，爱倒转来找你。你无爱阮表面上的礼拜，你真正爱是阮实行公义、心存慈悲、谦卑，甲你做伙行。主啊，你是葡萄树，阮是枝，甲你结连，你嘛甲阮结连，会结真侪果子。因为无你，阮袂当做啥物。若是离开你，阮就孤单无路用。主耶稣，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门徒，亲像保罗所讲的，安尼现在得活的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得活。阮现在得活，是信靠上帝囝得活。上帝疼阮，为着阮放下伊的性命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放下家己，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缀你，活出你的模样，互阮伫这个世界做光做盐。阮嘛为着阮的教会集体来祈祷，求你看顾阮中间病痛，也是心内艰苦的兄弟姊妹。上帝啊，你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，求你亲自来安慰，互阮感受到你的温暖甲医治。最后，阮要用主耶稣基督所教咱的主祷文来齐声祈祷。愿天地的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立成，伫地里亲像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。无你带阮离世，用救阮脱离灭歹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来在何处？咱继续来启引，启引文第28篇，就是诗篇118篇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愿以色列讲，愿阿伦祭司的家讲，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去除财富，去杀的足。这是上主的作为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要行手机参加庆典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恭敬来听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到第8节。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的，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我甲伊看做损失。毋那安尼，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，因为我看明白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，
为着伊，我放下一切，看万事做粪扫，是要得着基督。我知你的所做，你安怎地劳苦甲吞忍，我知你袂容忍歹人，你嘛捌考验遐个自称是使徒，其实毋是的人，看出因是白贼的。你有吞忍，捌为着我的名忍受艰苦，拢无野心。毋过有一项代志，我要甲你责备，就是你已经放下你当初的疼心，所以会记得你对单位对落着悔改，做你当初所做的工作。若无，我会去你遐，将你的灯台对原位闪开。赞美，只是要请圣歌队来学乐。因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《主温柔的呼调》。
感谢圣歌队水的歌声，愿一切因根归乎咱的上帝。这是要请本堂的黄牧师来讲道，伊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守谣的事，爱主第2讲，请黄牧师。姊妹平安，咱要继续来分享咱的系列的讲道第2讲。一生中间上界重要的事，就是听主咱的上帝。顶礼拜咱就讲到2位、3位伫圣经的内面的信心的一个模范。大卫王，伊讲第一真大患难的时阵，伊来到上帝面前讲，只有一项事是伊所求的，就是会当伫上帝的殿，然后来看上帝的荣耀。姊妹，如果咱来当明白，来当体会上帝是的荣耀，咱就当看见伫世上这荣华。大卫伊有王位，但是讲王位的权势、王位的享受，拢袂当甲咱上帝的水来比拼。保罗虽然伊有上介好的条件，伫世上中间，若亲像伫世上有真好的这未来，明日之星、闪耀之星，但是伊讲明白上帝是上介重要的事。伊捌去到三层天的所在，伊看伫天里的荣耀，伫遐显现一切，赢过黄金的家，赢过选择的城。所以，伊若看到这物件，地上这选择黄金，哪有会当甲天顶的荣耀相比拼？玛利亚心无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称赞伊讲，伊是竞选上界好的福分。明白主耶稣基督，赢过咱伫世上一切这追求。所以一切焦点，拢是伫咱主耶稣基督。主神伫伊心上，世上一切拢无度甲伊相比拼。我相信咱伫地上生活的时候，咱看一真侪吸引咱的物件，互咱感觉非常欢喜的物件，互咱感觉非常爱去追求的物件。咱有世上一各种的欲望，伫世上哪会当满足咱真侪这欲望？但是只有当咱看更较好的，咱才会放弃，才会次要的物件。除非咱想找到最好的物件、至宝的物件，若无时咱别特别放弃，咱伫手头中间次要的。有一个朋友伫外商伫遐咧服务，伊讲我的同事拢是真经济上袂歹的人，所以每一年公司拢会办迄个跳蚤市场，摆出来的时阵，厝内这剩的物件摕出来。鞋啊啦、衫啦，标签还在。若无伫那啥8、9成新。咱若去到巨城时阵，每年周年庆拢是少年咧买。他甲满安尼，上班时间满。我奇怪，这人拢免上班。周年庆大家拢去遐抢物件，拢少年诶。敢无欠什么物件？但是就是买啊。有时差不多你若当用7折去买。所以来抢购安尼，我一边我嘛去抢啊，你看卖我做一寡体育用品，我去到遐一领都无买。今晚若买时阵，感觉厝内底安尼伊拄啊内面衫规塌安尼一领穿拢袂了安尼。20、30领穿嘛3、5、6领安尼，其他都穿袂起。想了拢一年洗出来了，一领都无买。少年啊抢到大家安尼欢喜到安尼。即要伫咱厝内底，敢有足侪物件拢是假安尼毋是讲咱家己真浪费啦不过呢，伊讲伊去到这同事的厝内底时阵，我咧拍开一间房间，内面的物件那就崩山咧安尼，哇，规拢落安尼贴足侪物件，拢用袂起。当然有买的物件足侪拢是股票市场即种纪念品一大堆咱若看媒体，咱若看逐种广告，拢伫咧暗示。你永远欠一领衫，衫若够时，你嘛无对着这流行这精品，互你有时尚感。
车愈来愈好，愈来愈俗哦，安尼。所以呢，咱要较高档的车，安尼。我一个朋友，一个咱的兄弟姊妹去到伊厝时，内底拢做汽车的杂志。我来问讲，你汽车杂志你是啥？都有兴趣啊。往咧放咧迄咧迄咧，这车袂歹，这车袂歹，这车袂歹，查某拢会换车。所以感觉欠一间。现在咱有够好一些经济，咱去各国这旅游。我查一个消息，去年的中间出国1900摆，1900万次。我一遍都无去，拢别人替我去。我若要去出来，我著电视拍开咧，安尼看要去到对一个国家去旅游，在电视上旅游，足水的啊！吼呢，到去瑞士啊，去咧加拿大啦，落基山脉啦，吼，看到水到有够水了，对，感觉真满足。无时间无钱，就安尼做法了。那即摆咱有追求做事，咱就感觉无法度得到满足。咱伫世界的时阵，活伫世界，当然咱袂当离开世界。咱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，好佳咱现在活伫台湾这个所在真富裕，但是咱嘛是天国的国民啊。伫这个所在有一个对比，生活伫这个所在，看会到的物件，摸会到的物件，食到的物件，世界这个风俗潮流。但是圣经内面讲到，咱的心都要变化，袂使跟对这个潮流，袂使互伊同化。上个着咱追求上帝好的旨意到底是啥物？为着这来活，毋免为着这个世界食啥物、穿啥物来挂路，先求上帝的国，甲伊的旨意来得食。弟姊妹，活伫这个世界，目睭所看拢世界，所追求拢世界，世界。伫咱心渐愈深，咱对上帝听就愈少。所以约翰第一番一书所在讲到，不要爱世界，因为你若听世界，听上帝心就减少。世界是啥物？世界毋是这个物质的物件，世界嘛是这风俗潮流，世界嘛是这真正这系统，甲上帝的旨意相对反。如果咱也无去明白上帝旨意到底是啥物，活伫世界中间，咱是受着世界慢慢吸引，咱毋知不得不间中间听世界。伫这比较中间，毋那是咱的重点，迄个比较。咱所使用这个时间，咱所重视这个物件，咱的价值观念到底有更新变化也无？这也是咧报道，就是写伊有所约翰咧写以弗所书的时阵，嘛是讲写迄个约翰一书的时候，嘛是讲安尼。以弗所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的进步，约翰住伫迄个所在，这个所在非常进步，世界中非常互你真侪代志，互你感觉真袂俗。世界真侪都系烟花，但是主要所基督讲独独敬拜咱的上帝。所以，咱要听上帝。咱有愿意的心，但是这个所在有几个阻挡、阻碍、绊脚石。如果咱若要专一听世界，你就无法度听上帝；如果你若是要听上帝，你就必须要有超越听世界的心。第二，咱的主要所记录讲，你要选择一项。敬拜在金钱，还是敬拜上帝？第一所在，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。当主要所祈祷讲这句话时，表示伫个时代中间，人嘛是共款，人心嘛是共款，人价值观念嘛是共款。因为财富本身会当来决定咱的生活的品质。如果你若无其他更大满足，咱只有伫世界中间找满足啊。肉体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加咱心中的骄傲。世界这些事拢用金钱会当来达到，所以如果咱若是要满足地上这一切要用无时阵，金钱。但主要所记录讲，如果咱的心如果若是金钱，然后咱就无法度敬拜上帝，而且这金钱本身是中性的，但是咱将伊偶像化，中性的物件就会高举超过上帝，所以
追求财富这项事，伫无共款的时代中间，拢是一种的生活的形态。只不过，这个财富是用无共款的方式、形式来存在。伫过去中间，就是黄金啦、宝石啦这些物件，但现在咱可能是股票市场，咱可能商品金融这些物件。过去中间，咱可能真侪这劳力换这钱财，但现在咱爱理财啊，然后用金钱滚金钱，对不对？理财。伫过去中间劳力来赚咱生活基本所需要这物件，你会当理财表示你有较低的财富，你讲较济这的钱超过你的基本的生活需要，所以这计出来要怎样要理财？伫台湾这个所在，差不多世界真有名的股票真大发展。我昨去唱歌的时阵，边仔的人过来跟伫啊股票市场的代志，0050啦，什么 ETF 啦，听哦。伫街仔路大家讲，你要较小心咧吼。伫阮的群体中间，大家咧讲，咱嘛要较小心咧。这个表示讲，这是正能追求的一项代志。理财真重要，所以我嘛有时鼓励咱阮咧这做无属于较少年的，你好好理财哦，安尼少年时就开始慢慢有这种的理财一个观念这才是中性，也是你生活中间必须要，而且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达成咱生活目的的一个工具。咱的教会嘛有真侪需要。因为生活中间所有这功能，拢必须要钱银来完成。但是这中性的物件，有时咱就会高估到一个程度，变成咱生活中间一种的偶像，超越咱的生活一切。为了钱财，我们可以出卖灵魂，出卖你的性命。中性的物件，应该是互咱用来达成某一种目的的工具，即摆现在变成咱的目标。哇，那些无共款，甚至这物件超越上帝伫咱中间，所以钱财变做一种钱运啦，敬拜伊。你会知满街满地拢是财神爷，你会去到真侪店面拢是招财猫，大陆呢，所有店面拢总是貔貅。我若去到大陆时，要到去的所在，头前大门拢一定是只貔貅伫遐，对不对？所以会不会偶像化？会啊，那个就是偶像啊！你在门口中间，这表示这是我店面徛在一切最主要的物件。我一边阮教会，就一群人去到大陆佚佗，共款要去买物件，就入去，哇，一只足大的貔貅伫啊！我就看一个会友伫啊，摸咧，大家拢来摸一个吼，这只摸咧，听讲有大趁钱。3条线咧吼。我哋会友伫遮收，大家去遐摸貔貅，会不会偶像化？你有去摸过无？这位有形的你看会到，无形的你伫咱心中间，到底你心内底占偌济才是重点啊？敬拜上帝，还是敬拜财富？伊讲财富早晚会递到咱疼世界的心，因为财富提供咱真好条件，甲咱的能力，互咱会当追求世界的代志。如果世界是你的整个中心，然后财富是你会当追求世界事上介好的一个工具，那安尼到尾啊，疼世界、疼财富，合做一伙。如果咱也疼世界，那就无就疼上帝。如果咱若敬拜财富，赢过上帝，叫做偶像，咱就亲像咧拜偶像共款。所以圣灵是讲，主啊，我毋敢祈求你赐予我大量这个财富。我相信是因为伊的身躯的关系，伊是倒伫承认无这行动能力。我相信我都享受世上这真侪事，但是因为安尼体会一项事。物质随时得到，物质随时失去。拥有真侪物件，咱嘛可能失去咱的健康，咱无法度享受这个财富，也无法度享受这个物质。所以上帝啊，
互我会当求一项，佢叫你束我丰盛的疼，赢过这一切。因为只有疼上帝、疼人，才是咱生命中间永远袂无去的珍宝。追求上帝的疼，这是四年子伊后来的一个祈祷。咱世上有真侪只优秀、真侪只的挂路，嘛，互咱我都去继续疼上帝，我都完成上帝互咱真好的旨意。所以讲，因为你有世上这优秀，有世上这烦恼，所以呢，你无都结出侪侪这果子。我都结出100倍、30倍、60倍，因为因已经互世上这美好，甲这世上的挂路，互你清掉咧，无都继续好成长。而且他们是杜贝也来讲，如果伫咱心中若无上帝，若无上帝占咱主要的位，咱就去追求次要的，所以咱就专心去追求短暂的世上世俗这宴乐。因为伫咱内面有一个真深的空虚的感觉，为着这个弥补这个空虚，所以咱就追求这个事来弥补填这个空虚。但这个空虚就咱就深免共款，得天未半，所以你不断用，不断的追求，不断用气力去填满，滴到尾啊，你就分心偏离生命路，无搁追求真正永远的代志。真正是安尼。因为咱的心对世界填袂满啊，搁较侪你嘛袂满。姊妹，这是伊所讲的，只有一项，就是咱若真正找到到底什么是咱心灵所需要的，安尼咱才会当伫迄个所在找到真正的满足。迄是啥物？伊就讲，当咱找到永远的事，找到上帝。填满迄个空虚的心灵，这是一个真确实的事。如果若无上帝伫咱心中真正互咱满足咱的心灵，咱不断追求其他的事，满足咱的空虚。这也是所罗门伊一生的一个情形。伊说传道书听我是讲，伊有真好这个财富，真好这个能力。无强的智慧，伊讲我有条件来满足我伫世上所追求一切这个欲望，这个空虚。当我用这个物件尽力去填满伊的时阵，结果嘛是个空虚。所以后来写最后是写讲，咱的生命焦点应该重新转来到上帝面前，敬畏上帝，这是上界重要的事。敬畏上帝这项事。毋伫世上，咱找到虚空之下、日光之下，拢是空虚；日光之上，上帝伫迄个所在，真正真有光照伫咱，这是咱追求永远的事。这也是伫老底家教会、老底家教会，圣经讲到，伊安尼比骗家己我是真富裕的。我逐项物件拢无欠过。按照历史伫迄个记载，这老底甲这个小市真正是非常富裕。我这边地动的时阵，老底家教会拢帮足侪物件，拢是石头起的。然后伊讲恁地动遐尼重，所以咧罗马帝国，伊就讲就需要财物这个财富经济上的帮助来重建你的城市。伊讲免，阮做好起来。这起倒咧，咪讲家己，我家己起起来就好，毋免做你的人情。迄就老底家。这意思是啥物？我无需要别人的帮衬，我嘛免上帝的帮衬。当你若拍开你的囡仔抱的时阵，你来讲我有教我的教育通用，而且教育够有称，这个数据是互我会当得到真大安全感。我不求于别人。你讲我有需要讲求上帝，但你斗帮忙嘛免我就是薪水就袂少，这囡仔抱到真济，所以我不用祈求祷告讲上帝供应我的需要。需要毋免就看要食较健康的，食较好食安尼就好安尼。所期待是安尼，毋是生活基本的问题。这老底家的教会，但是有这个情形，因为伊的
自满、自我感觉良好，递到伊的熟练非常爽香。圣经内面讲到，你也无烧，你若烧水吼，浸一个烧水45度，你感觉讲，互你身体这种疗愈，浸一个温泉对你身躯足好。无你若较冷的，若喙焦的时阵，后一人有欠客，非常打扫，你互伊一杯凉水，会当互伊身心舒畅，安尼非常快乐，会当帮助人。你拢毋是，也无烧也无冷，拢无作用，温温无啥感觉。所以你非常暴露，自我感觉良好，但是你无熟练的能力，对周围的苦难、对世界的需要无迄个影响力。你的目睭去用关咧，其实你是非常丧向可怜。所以主要所祈祷，对伊讲，你得恢复你的热情，安尼，互你看清你家己的需要，真实的状况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一个经，咱的教有文的捌咧讲，伊讲人的心就是亲像五常的工厂安尼共款吼。咱用咱的心制造各种的五常，这种因为咱的心若是无互上帝填满，若无因为有上帝荣耀显现，咱的世界就真容易产生真侪在五常。听世界就是拜五常，听在追求财物就是侍奉五常。姊妹，这是咱的情形。当咱要讲到听上帝的时阵，有啥物正做咱本身的一个阻碍？有一个金币是伊体会到这个情形，伊讲伫我一生中间，除了听上帝、甲侍奉上帝以外，一切拢是空虚。这当然，这是较一个另外一个较焦点。一个所在，并不是讲到咱摆脱一切，啥物拢无需要，逐工坐伫迄个所在祈祷、查经生，无安尼啦。但是感觉一项，这个世界这一切事，拢是为着咱现在。但那像金钱是为着咱达到上界悬目标的一个工具。所以咱生活伫这个所在，也是要追求永远的事，用咱有限的现在的年日。来成永远的事，趁着今仔日，咱就怎样做工来结咱伫永存的轨迹。咱要用咱现在有限的这逐项的运数，借助财宝伫天灵。这是一种的追求，一种的对比。如果若无一种永远的物件，填满伫咱空虚的心，互第三的物件来填满的时阵。结果就是空虚。拄则咱所读圣经讲到以弗所的教会，以弗所的教会，圣经描写讲，因是温群做工，因是非常热心行好，因是因的行为非常的纯正。这是好，但是圣经内面讲到，主要所责备以弗所的教会，为什么放杀起初的疼？兄弟姊妹，咱感觉奇怪啊！这种的人，有这种的教会，这种的人，应该是咱真恶劣的，温群做工服侍，真热心行好，行为嘛行好，无疼心。什么种情形？有这种这样大的对比，如果你来想想，法利赛人真正是安尼，因遵守律法中间所有的规定，因真惊遐真惊犯着这律法，因得遵守逐条安尼真细去行，所以因的行为足纯正，伊嘛真敬虔，所以呢，因伫大路中间，嘛是伫十字路中间迄个祈祷，互人知影因是非常敬虔。伊嘛是守安息日，伊嘛叫别人爱守安息日，而且若犯着安息日，拢在定罪。伊嘛行真好的事，嘛奉献，所以遵守律法，奉献1/10，应该有的，应该做，因拢有做，但是无听心。这是最后所记录对伊这种的责备无听心，
虚假。这也是有所教诲的情形。行这一切好的时阵，有可能陷入到律法主义，陷入到属灵的骄傲，无听心，对上帝无够听，表现伫因对人无够听。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13章有讲到，听的时阵，伊讲我哪会当做啥物？我哪真侪才能，我真侪才文书，我甚至做真侪才好，我真侪才真济，甚至为着别人，我当牺牲我的性命，若是无听啊，这些代志哪是无听呢？金币士伊安尼讲。伊讲看一个人，毋是你做偌济代志，你遵守偌济律法的条文，因为法利赛人嘛是安尼做，无听。耶稣教的嘛是这种情形，做真济代志无听，所以咱需要撇明这个代志吼，安尼重新找回咱失落的听。这个金币是一个继续讲，你做真济代志无代表你有听，但是你若有听，你得做足济代志。因为这种听，随便你，互你甘心活你做真济时间的事牺牲。咱最主要所基督听，甲咱热情，显伫咱的服侍，咱的所有金钱、咱的时间、咱的人际关系、生活中间每一样事，看按怎样来应用。所以听主是咱的生活中间来表现出来。有一个导览伊安尼讲，伊讲听毋是伫咱知识上啦，吼，也毋是伫咱言语中，必须三听迄安尼，我知影拢有听。如果若是听，无啥物意义。听爱有行动，行动就是对人对上帝谦卑的侍奉。互咱知影咱所有这个文书所领的一切，要怎样运用伫人的身上，为真做对人上介大的一个帮助。而且咱愿意安尼时阵，咱是出自甘心乐意。听，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快乐。那姊妹，咱要听上帝，但咱知影有生活中间有真个听主的阻碍，咱有真愿意听主的心，我相信。但是咱来感受，咱对主的听，常常会拄着真大的阻碍，伫世上伫不甲中间。对世界的听，对真运的听，对世界真侪只有诱惑，也是伫咱家己本身的软弱内面，无落来实践对上帝的听。因为对上帝的听，一定是表现咱实际生活中间，毋是伫咱的言语、伫咱知识中间，毋是伫咱的口头内面实际行动。使徒约翰安尼讲，咱会当听，是因为上帝听咱。咱有这种体会也无？保罗伊嘛安尼讲，其实我无都有听，但是我会当听，是因为圣神住伫我的内面，互我心内有迄个快乐，刚强起来。因为圣神住伫我的内面，将这听充满伫我的内面，互咱的听有根有基，来明白上帝听啥物。然后有这个根基，体会伊的听，真正听的快乐，来听上帝，来听人。这就是保罗，当个礼拜主耶稣基督，礼拜伊是祭宝的时阵，伊一生就是为着这项事来活。雅各书描写一种听，伊讲你的听比酒搁较甜蜜。你说他酒代表世上一切的快乐，酒是互咱快乐的。所以上帝啊，你的听比世上一切的快乐，搁较互我当得到满足。当我谈到你的听的时阵，你的听哪像就香油。你吸引我就紧紧来蹲对你，要因为你欢喜快乐。我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赢过这甜酒，听你理所当然。咱姊妹，拢是因为听的源头是伫上帝，
只有咱体会上帝的疼的时阵，才会当成做咱的至宝。只有咱体会上帝的疼的时阵，才会当赢过对世界一切的疼。只有咱体会上帝的疼的时阵，这种甜蜜才会当赢过世上一切对咱的吸引，满足咱的心。有一个劳伦斯伊安尼讲，伊讲，咱听上帝若愈深，证明一项，伫世上任何的情形，咱拢只有听伊。无论是伫快乐，还是欢喜的中间，无论是丰富还是欠缺中间，无论伫享受世界这真荣华，还是拥有的中间，上帝啊，只有听你。当写出这种话的人，我相信伊是对上帝听有真深的理解的人。这个劳伦斯，伊是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人。伫咧工作，伫厨房咧无用的时阵，伊就是甲上帝亲近。上帝啊，你的听超过一切。上帝的听是对咱人生有效的一个答案。咱要追求真侪事，到底什么种的解答满足我的心？什么种伫我人生追求内面上会当成做我上介大的意义？当你问这个代志的时阵，什么物件是我忠心达至我所追求，为着这来付出一切？这个答案，上帝听。咱要追求这个事，希望会当填满咱心灵这个空虚，上帝听。咱有真大一个愿望，可能追求做这个事，发觉有一天，咱随时得到，随时失去，变化万千，时代真侪变化时，咱就真烦恼。啊，这天气的时阵，股票市场到底悬还是升？升你嘛烦恼，落你嘛烦恼。起起落落中间，总是有人死，有人输，有人赢，有人得到，有人失去。到伫落尾的时阵，咱一定会失去。因为咱会失去咱的健康，失去咱的性命。上界大的愿望，上帝听。上帝听是咱生命中间所追求上界尊贵的一项事。所以人生上重要的事，听上帝。咱三个来祈祷。所以你听的心。但愿亲像圣经内面所讲，透过圣神将你的听充满在阮内面，互阮会当体会你的听是何等长阔关心，超过阮所会当测度。做也要互阮明白，只有阮认捌你的时阵，才知原来你的水、你的荣耀是何等达到阮追求。主啊，因为你会听，所以阮听你，乃是理所当然。因为你会听，这是阮的答案，阮的享受，阮的愿望，阮的珍宝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来今回应的是圣诗159首。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，请大家起立来吟这首。
请坐。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，请实现的同工。请大家起立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，因为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。即时，阮要用感恩的心，将奉献献伫你的面前，求主欢喜接纳阮每一个兄弟的奉献，也祝福这的奉献会当使用伫教会的事工顶面。主也求你帮助阮，毋是只有奉献阮的金钱。也愿意奉献阮的心，来将阮的心来献予你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时来报告。后礼拜主日2长礼拜了后，要来举行新礼典，请兄弟预备心来参加。第二点，这礼拜六暗时7点要召开小会，请长老来出席。第三，后礼拜主日12点半伫7楼副堂要召开中职会，请中职出席。第4点，第9期的幸福小组，本礼拜已经开始聚会啊，请大家为这个事工来代祷。运动很幸福小组第一摆的聚会是今仔日下晡2点伫607教室。爱无限幸福小组第二摆的聚会是5月9號上午10點伫嘛是伫607的教室。第5點，密闭区的教师會今仔日下晡12點半第2樓，主理是賴祥明牧師。第6點，台灣密閉區協會要舉辦一個密閉區面大集合同工的退休會，時間是這5月1號，是伫本會1樓，歡迎對密閉區的事工有負擔的來報名參加。第7點，只要真理課程，今仔日有要上課，時間是12點半，伫601教室。
第8点，台湾新学院的包班的课程，返璞归真的基督徒助人者。后摆上课是5月16号。第9点，新德中会教会要举办我是媒体小达人暑假儿童的夏令营，时间是7月9号到11号，伫新德圣经学院。报名请陶子老师。第10点，丽池公园赞美操，每礼拜2下午2点到3点伫公园里的活动中心，欢迎兄弟来参加，请春菊执事来报名。第11点，许信仪姊妹要来筹办激励训练团班，有专业的教练来带领，强化激励，提升生活品质。对4月30号开始，每礼拜4下午伫教会3楼，若有兴趣的，请许信仪姊妹。第12点，需要2025年个人奉献证明来申报所得税者的，请伫1楼招待道来登记。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咱有2项对咱的身躯训练有真好的这课程吼。这个是迄个许心怡姐妹办的激励训练。这特别对咱的妇女也是咱较中年以上的吼，咱常常强调要有激励训练啦吼，这个激励训练即马办伫咱教会，伫3楼的所在，有专业的这人吼来咱咧训练啦吼，所以咱把握机会啦吼，这特别对咱较年长的吼，真大一个帮助。那所以咱甲迄个许心怡姐妹来接洽吼。这毋是咱教会办啦，这是虚拟安尼接咱贵的不过才有费用吼。第2项就是迄个丽池公园赞美操，我那个人那遐姊妹，有一位姊妹吼，跟我年岁差不多，我讲好，你行路那还美丽啦吼，安尼，讲话安尼气息安尼动作吼，安尼足美丽的吼，你是安怎保养的？伊讲我跳赞美操。跳10几年，较早拢会正安尼。即马跳了吼，赞美操虽然是操吼，虽然咱跳舞，毋是跳舞哦，迄是逐种的伸展吼。所以安尼精神气血拢总好。赞美操嘛伫咱教会，所以即马像咱迄个春季执事吼，咱的新竹地区的这赞美操的那个团长，好来介绍吼，安尼。你来看，怎么用走的哦？年纪拢是跟差不多，那种走用跳的。多谢牧师，互我会当起来报告的机会。因为有足侪人唔知影，所以我讲一下吼。伫个2025年的5月6号，丽池公园赞美操成立，迄个时阵是黄牧师甲赖小米牧师拢有通过，所以咱有一个礼拜是伫遐成立。所以今仔日5月呢，安尼就1年啊。所以这1年，阮固定伫即个公园、即个黎明活动中心，有人知影即个所在伫倒搭无？嘿，咱教会正后壁，厨房的正后壁，吼，公园教会厨房正后壁迄栋，吼，2层楼啊，咱伫个1楼的所在，固定伫个拜2下晡2点开始伫遐跳1点钟。那赞美操有举行即个培训的即个训练甲认证，吼。所以即马我来甲大家简单安尼讲者，赞美操是上帝，互即个赞美操会当敬拜而乐的诗歌，每一个诗歌拢是对圣经的启示甲颂赞来的。赞美操是身心灵全体运动，伊是透过圣灵会当诚心保守咱的身体，佮会当得到平安甲喜乐。赞美操是一个传福音足好的出口。会当互目着者也会当听到福音，也会当甲咱共心伫个主内，用咱的生命来影响咱的生命。所以我望各位兄弟姊妹会当头家带太太，拢会使做伙，嘛会使阿公带阿公甲阿嬷带孙，拢会使做伙跳。嘛有人讲伊脚无方便要坐轮椅。
有哪有轮椅站袂操，吼，咱迄个所在嘛有椅仔会使坐落来运动。希望咱会使邀请全教会拢会当来支持即个公园里民中心即个所在，有咱历史公园，咱家己公园教会家己的即个赞美操。希望咱会当带搁较侪身体软弱的人，身体上要搁较勇的人，拢做伙来跳，做伙来传福音。以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春菊执事夫妇。介绍周必顺夫妇，你们在这里，周必顺夫妇哦，非常欢迎你们。还有他的一个小孙子哦，哈，对，小 baby 哈，这样。啊，小孩哦，因为迄刚顶礼拜爱无限来吼，拢是做最看年长的吼，所以对不起。好，周必顺夫妇还有他的 baby 哈，在这边哈，好，欢迎。来跟祝福车恳的是信诗401首，愿全人主上帝，请大家起立。主愿你听唱魔愿，互阮那边表你听，互你听激励阮，加做阮的快乐，互阮伫你听内面坚定有力。愿咱主耶稣基督恩典，特别上帝的听，圣神所听所赐的听心，伫咱内面加这咱的快乐，甲咱正人达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愿上帝祝福。